启禀元帅，杨家将迫切被围困两龙山。错了，杨家将乃是应天而神，是乃本帅的用兵之策。元帅，你看见了兵，一同抽水结伴，杨家将伤亡有多不少啊！好，副监军唐令才命令三军插回雁门关。得令，三军阵中兵发两龙山，接应杨家将。又错了，三军插回雁门关待命。元帅，那再不出兵，恐怕杨家将全军覆灭呐！错上加错，杨基业威名赫赫，上阵摇棒，又有七龙杨延师武艺超群，杨家将天然得胜。命令三军插回雁门关。是，驾起！遵命。杨金业，杨金业，你披困两龙山，金沙滩内，今日就是那个死期，杨七龙小奴才。当年大肆恶意盘剥，今日听见你命丧在乱军之中，啊！来看，关爱离芳才来。
姐，你是不是有点想去将军呢？去将军，一下的金沙滩交战，不敌战况如何？小姐你放心，今年自有天相。哎，小姐送拜在土家嫂，杀对比武走起。给去将军派下春去，俺看啊，佢一条是苏本你嘅，了拜去将军得胜回朝，你在杀对比武，了拜啊，俺看你是一天为苏本记呀，土响啊！本面目你听，见空兵一声半扬，本论西中家英邦，野心兴旺杨家强，心思挂念起家眷，毕竟现才很好。小姐，你唔系喊土匪打探消息，要介意，佢听说马上禀报。小姐，小姐啊！土匪来了。小姐，可有七将军嘅消息？七将军佢來咧。見人猜哪位？小姐，你看，佢唔就係七將軍？土降土薄，猜結果面落，即刻開雷，等七將軍到此，險兒上雷必我。佢那係不打雷呢？愛此有辦法。好主意，你趕腳準備。七將軍啊，七將軍，禮拜我家小姐聽說會派出我嘅數，哈？用鞭啊，催马，弓前中啊，门啊，用干那酒啊，
千里不往马，财神啊，捧啊！当定，黑马啥？刚才土家中抢马。哦，原来是土乡姑娘啊！啊，原来是七将军。张喜，好久不见，七将军为何变得如此模样？哎，征战情谊，血战金沙滩。给就请七将军进帐休息。且慢，我有公务财神，不能久留。强使家用此马，以后必当风范。加马，俩汉莫简单，俩宝马乃是我家小姐的家中，俩下小姐失雷比武，将军那是打败我家小姐，俩宝马自然是你的，还有我家小姐。加马，行爱比武。明白，讲嘞是吗？啊，爱比嘞，上拜你到行军路过土家庄，给时间老雅小姐同台比武，将军骗雅小姐打下春去。明白，俩下你唔敢比嘞，是吗？松拜比武，唔恨几切吐露心上，一番好气，此乃诛心天天。已经用家将协战杀虫，岂能才是为应轻重啊！反正爱家嘛就会比武，莫比武就讲唔到马，俩是小姐天下嘅规矩。是。征战情谊，宁困把那。为给从为，莫偏发那。心急一分，听此。他那乾隆为了加马抚养，答应就是答应嘞，小姐，七将军打雷来嘞。土小姐，乾隆前来打雷，乾隆在此有礼，给我万里。定吹了。
抢鸡马加马郎啊，大派一堂啊。这将军看剑。啊！多恰小姐陈勇，既然七将军得胜，也匹马的就是将军的。俩匹马喜爱嘅，一年既出，西马难对。多恰小姐这马，你后必当风范，告辞了。将军，今我为你牵马，家家随我进城回家。还要小姐呀！我有公务在身，不能久留，我要赶路去了。小姐，你走太嘞？记呀，走唔起嘞。记要多着来嘞。老弟阿准去，老小姐生气。我有公务在身，做唔得呀！哪该啊？你有公务财神啊？我哋还有家务财神呢。老佢压上去，老小姐生气。做唔得，做唔得呀！